你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胡教授说要给我一本和法医相关的书，可以帮助我写作，让我来拿。好，你等等。让你帮我做项目，跟梅红谈恋爱了，我得想办法补偿你。我再找找。你慢慢找。可是他不是说是本法医相关的书吗？可能是想让你修身立德，写文献做人。你是在骂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还是问胡教授吧。没事，你跟我过来。可以让我看一下这个吗？就算没有拿到书，我也不忘此行了。哇，可以拿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是开口器，用来打开死者的嘴，检查口唇和牙齿的情况。那为什么要检查口唇和牙齿？死者口唇内部黏膜组织有无挫伤出血，牙齿松动，可以用来判定死者生前是否受外力窒息而死；而牙齿可以用来确认无名尸体的身份。你们的课真挺有意思的。这是把勺子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一把普通的勺。这就是个勺子。不可能，你忽悠我。这就是一把普通的勺子，用来将死者胃部的溺液、胸部和肺部的积水和淤血舀出来。还给你啊。那我可以拍张照吗？留着看看能不能对小说有用处。拍吧。谢谢。